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最新呢一集嘅龍虎豹，我係方俊傑啊。喂，我係 Marc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 YouTube 頻道啦。咁啊，再提大家記住咧 share 啦、subscribe 啦、like 啦，同埋 comment 啦。咁啊，大家一齊玩下就好啦。咁樣咁啊，喂，今個星期又好似咩結業潮仍然停唔到落嚟喎。今次係個英港超聯賽會結業喎，就唔係一間茶樓或者即係唔係一間小店喎嚇，堂一個聯賽會都可以結業，搞咩啊？係咯，即係嗱，你諗到一間茶樓冇茶客就會結業啦嚇。咁但係一個賽會其實佢唔會冇運作嘅喎。咁點解個賽會都會停得落嚟咧？咁啊睇睇本身先。原來呢個賽會係話3年前成立嘅。咁喺呢個疫情過後，咁啊好多足球賽事就停晒啊。咁不如我哋gather埋一齊啦。咁啊嗰個用意本身係幾好嘅，就係有嗱球會有大有細啦，有投資嘅大好多，有啲投資嘅細啲啦。呢個係地區嘅球會咁啊，再即係個區隊嚟嘅，錢就唔多。咁啊，首先就係將嗰個成本一齊分擔先。嗱，你俾咗球證費用之後咧，其他就賽會俾嘅。咁賽會本身有基金先啦。咁啊，亦都賽會就會去揾物色大嘅贊助。咁啊，就抌入呢個大數裏邊。咁啊，每一場嘅收入咧，收益亦都擺翻去大會裏邊。咁喺個大會最尾就同大家埋單啦。咁啊，究竟可以分翻幾多錢俾你咧？我諗可能就 upon 你個比賽嘅成績啦、排名啦，或者佢係本身一個reach 咗嘅份額啦。咁亦都幾好嘅，因為如果你以前細嘅球會就哇，我呢啲踢原來九龍城，永遠都係踢虎山道得嗰幾百人，咪冇錢咁樣。咁所以佢哋就令到嗰個細球會幫到佢，而可以一個 collective 嘅形象出現，去傾啲大嘅贊助，又可能揾到多啲錢。咁呢個我諗無論揾錢同去抵消翻嗰個成本，其實都係一個願意一個好嘅一個構思嚟嘅。當日係啊。喂，但係即係聽落去其實應該係 work 先啱㗎嘛，即係我哋睇到譬如日職聯啊、英超啊，都係用呢種模式，即係有一個即係一間公司啦，其實嚴格上就係同呢個足總嚇互相合作嘅，咁樣去搞，咁就將嗰個聯賽即係搞到有規模啲，同埋即係企業化啲。咁 seems to be 係應該現代搞波模式嚟嘅喎，咁點解都係唔 work 咧？即係喺香港。喂，呢個唔 work，其實就即係唔可以用20零分鐘解答到你。呢個應該講幾十年嘅一個議題。不過我好粗疏，我自己本人都有少少感覺嘅。咁啊，我覺得唔係搞波嘅朋友，即係投資者嘅問題，因為從來都有投資者嘅。你諗下當年啊，由嗰啲酒吧啊、保濟丸啊、寶路華精工啊，其實全部都有投資者有公司去入嚟嘅。咁球員又有啊，每一個年代都有球員湧現嘅喎，咁啊唔係冇人踢波喎。咁我覺得如果有人搞波，有人踢波，我覺得其中個份額令到喺個成個環環緊扣嘅一條鐵鏈當中斷咗，我覺得好，我自己覺得好係一個大眾球迷嘅支持同參與啊。咁你諗下，你每場波得嗰幾百人、2000人。咁養活唔到個球隊啊嘛，咁你呢個亦都要諗翻就係其實可能係香港人啦，對於職業運動員呢個身份或者運動員呢個職業係有幾抗拒先。你個女有日話喂，老豆，我想去做運動員啊咁樣，咁你會點啊？不如讀下啲 finance 啊，你會啦係嘛？即係香港人從來運動員都唔係一個選項嚟嘅。你身邊有人做運動員，你好佩服。但係叫你身邊嘅好親嘅孩子去做運動員啦，你冇可能俾佢做。成日都話嘛，香港做運動員，所以你屋企要有家底先，你老豆唔要等你養先。如果你阿爸阿媽即係你住公屋嘅，你係一啲好基層或者甚至乎好簡單嘅中產，喂，供緊樓啊，衰仔，做運動員踢波幾多錢啊？打乒乓波，出去揸貨 van 跟車啦，揸 Uber 嗰個啦，係咪？即係本身運動員都唔係一個職業嘅選項嘅時候。咁何來大家會期望有一個職業嘅球壇係好興旺咧？呢個係我一直覺得係好 sad 嘅一個事情嚟嘅。因為感覺上好似有少少奇怪嘅，就係明明我哋之前都仲喺度講緊話，即係如果香港代表隊有波踢嚇喺啟德嘅5萬人、6萬人都坐得爆嘅喎嚇。咁理論上就係 OK，你睇香港隊嘅球迷有咁大棚人，咁
你應該就係會對入邊嘅一啲球員可能有感情啦。咁對嗰筆球員有感情，就自然係對佢踢緊效力緊嘅球會都有感情。咁對個球會有感情，就自然會去睇嗰個聯賽㗎啦。即係好 ideal case 咁樣去諗就係咁樣㗎嘛。應該原來唔係嘅係嘛？完全唔係，完全唔係喎。即係佢睇香港隊嘅球迷係，我覺得係對於香港呢個地方熱愛嘅支持。咁你問香港隊球迷，喂，你會唔會落去睇埋大埔啊？入大埔運動場睇黃埔大埔啊對理文啊？唔得喎，有咗人 BBQ 喎，係嘛？阿仔又學嘢喎，咁樣即係好多原因推搪令到你唔支持香港隊。喂，咁啊，喂唔支持香港嘅本地聯賽啊？喂，睇好波，咁啊，梗係睇英超啦，係嘛？睇西甲啦，點會仲睇你啲波啊？咁但係香港隊有支持，因為佢出於對於香港嘅支持。如果香港隊技術上咧，呢個球隊係香港人對於香港呢個地方喜愛嘅投射嚟㗎。咁同香港本身嗰個本地聯賽其實真係脫鈎，好多朋友根本就唔會關注咯。咁呢個你話喂，咁你講啊，你睇英格蘭國家隊踢入呢個歐洲國家杯、世界盃啊，入到4強，係咪個個都入場睇英超啊？即係咁樣，咁當然唔係啦。咁但係入場睇英國人睇英國隊嘅英國人，其實佢係入場支持本地聯賽，可能佢哋唔係睇英超添㗎。可能就係嗰啲細嘅咩 Rochdale 啊，睇都唔係 not even 狼隊添係咪？睇啲好細嘅球會啊，普利茅夫啊，再細嗰啲咩史托港啊嗰啲，佢哋係可能會入場睇嗰啲嘅聯賽喎，唔係講睇頂班嘅聯賽喎。咁所以呢個香港隊球迷支持香港隊同香港本地足球，其實佢係我覺得根本就係一個脫鈎嚟嘅，係冇關係嘅。好慘咁樣。喂，咁我又會建議一樣嘢喎。嗱，即係我知道嘅香港其實都有區隊嘅，即係例如我會見到而家譬如黃大仙咁樣都係一支球隊啦嚇，好清楚嘅。咁你住喺黃大仙，理論上你就應該捧黃大仙啦，係咪合理噶嘛？就好似你住喺巴黎，即係你巴黎人，你又捧即係巴黎啦。巴黎都有幾隊啦，你可以揀勁啲嘅，咁啊聖日耳門啦。你唔中意嘅，你揀隊即係弱啲嘅都得，冇所謂。咁你譬如住里昂，你又捧里昂；住米蘭，你又揀 AC 或者揀國際米蘭，合理。咁香港都有，喂，但係我覺得唔清楚啊嘛。即係例如我都係講真，我都係要上維基我先知原來傑志係油尖旺嘅。咁喂真係唔知㗎喎。如果調翻轉嚇，將傑志譬如改名變做即係油麻地傑志嚇，咁樣會唔會好啲咧？即係統一晒啊！即係我意思係將全部隊統一晒，將佢變成一個有區域性嘅。呢個咧同香港嗰個足球嗰個歷史發展有少少關係喎。其實你講緊譬如你見到有譬如山東有魯能咁樣係嘛，或者名古屋有八瓊咁樣。咁因為嗰啲球隊當日咧真係從地區喺嗰個城市嗰度建立。咁名古屋本身有㗎啦，八瓊係一個大公司落嚟去贊助佢。咁但係香港好有趣就係調翻轉喎，香港係發展咗呢啲商業球隊先。跟住再有區隊個概念咧，講喺即係10零20年前先至有，咁所以你好難，因為你當嗰個公司譬如傑志經已搞咗啦，愉園都好啲係即係 Happy Valley 跑馬地嘛，係咪愉快的地方咁樣愉園，咁但係學你話齋有時南華會咁係代表乜嘢咧？係咪？但係南華從來冇話自己代表係呢個灣仔區嘅喎，咁佢係純粹一個球會一班人一個俱樂部咁樣出發。咁有好多時候你話喂，將佢拼翻落去，喂，咁會唔會叫做灣仔南華得唔得啊？咁樣都有呢啲咁嘅 reverse 嘅合作嘅，但係唔可以 apply 所有嘅球會咯。咁因為人哋當日係我諗放眼世界都係以地區出發，跟住相互支持。咁但係香港好奇怪嘅，以前有九巴啊嘛，保濟丸，個保濟丸喺邊度啊？九巴喺邊度？係咪九龍灣車廠啊？即係又好難去講，所以呢一個正名嘅邏輯喺香港球壇就唔係好適用啦，咁樣咯，我覺得係。即係如果搞到都幾正㗎嘛，係嘛？即係如果譬如當觀塘有2支球隊咁先算，咁就可能每一季就有2場呢個觀塘打比㗎咯喎。咁我覺得就係去到如果有咁樣嘅氣氛營造到咧，就係你未必真係中意睇波㗎嚇。但係你純粹係嘛？你純粹想參與嗰件即係區內盛事啊？其實呢件事咪做緊咯，不過每一年做幾次啫嘛。香港隊咪就係咯。
你唔係球迷㗎，不過你參與緊香港一個身份認同嘅戰鬥係咪？同外隊香港同新加坡砌一場，香港同柬埔寨砌一場咁樣。咁呢個只不過唔係變咗 every Saturday 嘅事情咯，就變咗一年3、4次嘅一個咁樣嘅。冇㗎，可能我淨係中意觀塘，唔中意香港㗎嘛，可以。哦，係啊，會㗎。咁好多英國嘅球會、世界球會，佢都唔中意國家隊，可能佢唔中意個領隊嘅選擇，係嘛？佢唔中意嗰個排陣，或者好簡單啦，佢心目中嗰個球星居然冇正選踢嘅。咁我咪唔撐咯，咁樣咁都球迷有一個好大嘅自由意願，咁但係香港似乎難啲用一個區域去限制，因為同埋香港人每日都跨幾區啦，係嘛？即係我嗰時住長洲，跟住咧就喺九龍塘翻工，跟住約咗人咧就喺尖沙咀食晏，跟住咧就落銅鑼灣飲嘢，最尾去觀塘睇戲，係咪？最尾尖沙咀再 happy hour 咁樣，即係香港人本身嘅跨區係太強啊，用地域去叫做劃分咧就好難啊咁樣咯，即係冇咗嗰個地域性咁香港人。地域性又唔得，咁點算咧？嗱，都仲有一個，我覺得都仲有一個方法嘅。其實香港好多即係大型財團噶嘛，我印象中以前就好似真係多啲㗎，即係啲即係麗新嚇，即係都可以贊助一支球隊冠名㗎嘛嚇，即係冠名添㗎嘛。咁而家就好似少啲啲啊，我見到都有嘅，譬如呢個冠忠南區咁樣，就係即係都係咁樣嘅合作模式啦，冠名贊助嘅模式啦，可唔可以向住呢個方向發展啊？定係呢個就係正正你後邊嗰個賽會本來就想做嘅？係啊，賽會想係咪？想收集所有資源。其實我覺得咧呢個有少少唔同啊。我覺得真係可能嗰個世界資訊流通咧，令到香港人唔再焗喺香港睇香港波咧，嗰個 market 個 crowd 咪細咗咯，係嘛？即係你諗下當日啊，呢個香港啲波係即係會真係大球場會扯紅旗喎，真係兄弟波，寶路華大戰精工係嘛？真係有呢一個戲碼，令到你去即係入場睇。咁而家你哇晏晝3點，喂睇緊日職喎，喂唔係啊，西甲早場陣間5點啦，唔好出門口啦，係咪？即係嗰種係會令到香港人卻步嘅。咁因為咩？當日令到香港人睇香港波，而家香港足球就要面對全世界嘅競爭。嗱，我都講得好老土㗎。咁點樣轉？佢個 crowd 細咗啦。今日啦，你都唔會有麗新。麗新當年係集團起樓喎，你諗下，即係起樓即係等於而家嘅即係長江或者和黃喎，你諗下。咁換嚟贊助，因為好啦，你個 crowd 細咗，換嚟贊助嘅公司咪細啲啦。嗱，佢唔再起樓嘅，佢係巴士嘅公司啦。佢譬如北區有啲係做建材嘅咁樣，咁咪係啲細，相對地唔係再巨型嘅公司去投放資源啊嘛。咁我覺得係個球迷嘅 market 嘅萎縮咯。咁當然你會同我講啦，喂，咁你冇好波睇，球迷梗係走啦，係咪？咁亦都所有嘢都係一個即係因果，一個太極嘅循環嚟嘅啫。咁你點去做好啲咧？我覺得有少少係咩咧？其實有少少4粒字，真係面對現實。當你球迷少咗，你引入嘅外援嘅質素低咗，或者人哋側邊高咗，咁你咪縮翻細少少咯。即係意思咩咧？我覺得咧有一步咧係令到我好 shock，而覺得去到今日係咪就係港超呢2粒字令大家停滯咗啊？即係你真係唔係超聯啊嘛，你只係 title inflation 將個名改勁啲啫喎，你唔係真係嗰個水平係超咗班啊嘛。咁你話英超佢好成功將佢 package 為英超變成一個最勁嘅聯賽，跟住配合電視台嘅直播品牌，有20個球隊合作去做一件事，跟住 set 咗就係入嚟踢波嘅水平一定要係國家隊踢咗幾多個鐘頭，有幾多 percent 上陣嘅時間係咪？咁係成個制度令到佢真係變咗超級聯賽喎。咁香港就我哋就變咗港超啦咁樣。咁你個期望就好大，但係同埋你諗下，全世界有幾多地方夠膽叫自己做超級聯賽啊？英超同埋葡超都唔係好勁啦，係咪？法國人叫法甲，德國叫德甲，意大利叫意甲，都仲係甲啫喎。咁你好心急地將你個名變咗超，咁但係你又冇超嘅嘢去睇咧，你就孭住個好辛苦啦。即係人哋喂港超英超，咁睇英超啦，咪睇港超啊嘛。咁其實我覺得文字或者係真係有能量嘅。嗱，你寫字，我唔知你有幾同意我呢個講法，就係當你話俾人叫港超，而但係你冇一個超級聯賽嘅水平咧，
期望嘅落差。咁就會有人嚟，即係會咩㗎啦嘛？喂，荷里活大製作咁樣，原來嚟到只係一啲好簡單嘅變翻特攝片咁樣，咁你咪會鬧爆啊？你咪會燥啊？咁所以因為嗰個文字嗰個名嘅期望令到有落差，我覺得係令到人哋會有即係有失望，所以會唔支持咯。咁不如誠實啲啦，喂，香港咪搞翻香港咪叫做陀地比賽咯，係咪？陀地大戰，其實嗰場波嘅競爭性有幾強勁，其實同嗰個名冇關係㗎。你都有權學界有場波好激烈㗎嘛，係嘛？你個榜末嘅大戰都係可以好大，可以好好睇㗎喎。我覺得個名係令到嗰個主理人，甚至乎睇嘅球迷都有有個 burden 啊，背負住就難行啲咯。咁你話 Marco 咁可唔可以叫港甲落翻嚟？其實就好難啊，係咪？咁即係變咗行咗一步，令自己咁，但係都行咗咁耐啦，咁可以係點咧？咁呢個賽會其實本身係好好嘅喎，佢諗住收集一個資源係嘛，變咗阿公就唔使大家孭太重，而我哋去揾。而我覺得真係市面上冇咁多球迷去睇波嘅時候，佢哋揾個贊助梗係困難啦。咁呢個係行即係個人數少咗，個名又大咗，個落差就變咗嗰個結果就係賽會都要執笠。或者都要鳴金收兵，我哋就唔可以再營運啦咁樣，即係好少聽到賽會係會話俾你聽要撤離噶嘛，係咪？咁啊呢個我覺得係難啊。咁下一步係咩咧？香港人可唔可以趕晒佢哋去睇香港波咧？係一個咩嘅情況咧？即係冇人答到。你話係咪老細足球搞壞咗香港？成日都講啦，係嘛？咁每間公司都有老細㗎啦，老細又真金白銀投資咗落去，佢有意見係好合理嘅喎。咁但係當然佢 involve 幾多嘢，係咪出場11人都係佢話事？咁 yes and no 啦。其實講真，你點知啫？可能教練都係咁諗咧，係咪？咁但係我如果用4粒字老細足球小圈子為位嘅呢個好便宜嘅指責，就已經幫唔到呢個地方㗎啦。咁但係如果大家真係覺得香港隊好睇嘅話，就不如入去支持下香港隊，你喜歡球員嘅嗰隊波，至少入去睇佢嘅本地聯賽當支持，因為佢都要出糧㗎嘛，佢都要有比賽有 match fit 先至喺香港隊嘅賽場上面出現㗎嘛。咁你咪要去支持佢，令到佢喺聯賽有表現，繼續入選香港隊，有正選有落場踢咯。咁即係其實要同球迷講翻一個backward 嘅 karma，先至真係最尾幫到你喜歡嘅香港隊啦，就係咁咯。係啊。咁所以希望真係除咗睇香港隊之外，都睇下我會建議就係睇自己個區嗰隊咯，支持一下，即係揾翻香港人好衰㗎。香港隊嗰陣時，香港隊對日本嗰啲唔知咩賀歲波啊，定係咩東亞杯，而家都香港人都着日本隊出嚟㗎。唔同咗啦，而家同10年前。同10年前我諗有分別嘅，同而家個心態同以前有分別嘅。而家個歸屬感大咗啲嘅，我自己。曼聯對港聯都係着曼聯入場㗎嘛，係咪啊？喂，唔得㗎。呢個合理，呢個合理。差啦，合理㗎。利物浦對港聯，咁利物浦合理嘅咁樣。即係其實都有一句咯，喜歡嘅就支持啦，係嘛？即係咁簡單咯。咁而家我覺得呢個賽會，佢今日佢要接埋，其實可惜嘅，因為真係得唔到大眾嘅關注，咁啊，即係贊助梗係揾唔到啦。咁佢哋營運都冇意義，係咪？咁所以究竟佢哋可唔可以營運到足球行得幾遠？其實就係真係每一個當日而家又係嚟撳掣啦，就搶啊香港隊對新加坡嗰場波飛。你每一位搶波飛嘅朋友，唔該連帶一個月睇翻一場香港波，其實嗰度已經幾萬人睇波，其實已經幫好多啦，係嘛？即係如果真係想幫嘅話，好少嘅事嚟嘅啫。咁啊，爭在你肯唔肯咧咁咯。好啦，咁今集我哋嘅龍虎豹又送別啊，即係唔係一個朋友，係送別一個賽會咁樣。希望香港唔好太多嘢流失同埋走咗去就好啦。咁啊，我哋下一集龍虎豹方俊傑同 Marco 同大家再見面。OK，好，拜拜。